16浦開業被期望可以為內港舊區經濟注入新嘅活力，但有區內商鋪認為附近嘅人流雖然多咗，但活化經濟嘅作用暫時都未見，反而政府對區內建築物設立限制，窒礙地區發展。李麗常報道。新開業嘅16浦遊人不斷，大只隔一條馬路，呢度嘅鋪頭十室九空，冷清得多。仲有唔少空置嘅地段，而康公廟前地街道少見人流，不過多數都係本地人。楊太係內港區嘅老商戶，佢覺得16浦開業有可能會帶動區內經濟，但係最重要係政府可以作出配合。你成日又差唔多人流都唔見多幾多個嘅咋，可能或者新初去咯，係咪？咁第一環境點我哋都即係都會睇好少少，應該係好少少嘅。應該政府首先起碼搞好條街先啦，你唔搞好條街有乜得興旺啫？係咪？嗱，度度啲爛樓，度度啲爛殘舊，你政府冇資助，啲業主邊會就咁自己自動整下啲爛樓啊？連租啦開咗咯，都未有人嚟租鋪。佢話政府對區內建築物設立苛刻嘅限制，窒礙咗區內發展。好似佢之前想翻新商鋪連上層近5層樓高嘅物業，但政府只係準建3層樓高，咁所以就打消咗念頭。有舊諮會嘅委員就認為，16浦作為活化內港舊區嘅作用仲未咁顯現㗎，因為呢度附近一帶嘅交通配套仲未完善。我哋都見到唔少貪方便亂咁過馬路嘅人。除咗一個酒店隔離左右嗰啲嘅配套工程要盡快要動工啦，另外一方面嘅嗰個停車場嘅問題亦都要考慮，因為而家現有嘅停車場實在太細啦，好容易就爆滿㗎啦。咁如果我哋迎接大量嘅旅客嚟，我哋需要嘅好多嘅公共交通工具啊。佢希望政府注重內港嘅經濟規劃，重建內港昔日繁華嘅景象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李麗常報道。